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嘛开始来做第10轮的预防射。除了来做第2剂 AZ 甲高端之外，嘛加开会当来注文到第1剂 BNT 疫苗。啊，这个第10轮的预防射，大约有117万7千多人来注射。嘛要特别来提醒，这第11轮的疫苗的注文，登记到今仔日为止。过来，最后的那个，第6位。专人带位各分区，第10轮的预防射开始自第1天台北中间注射站注 AZ 疫苗，加莫德纳，无论是坐车、风带、机捷，拢为以后为开始。回去一样多喝水哦，回去一样多喝水。第10轮总共有117万1158人完成注文注射。包括50岁到64岁注第2剂 AZ 疫苗的，10月7日前注高端要注第2剂的人。另外，第10轮无开放 BNT 的疫苗，64岁以上18到22岁、18到63岁第9类拢会使上网络注文。不过疫苗一轮一轮注65岁以上需要注第2剂 AZ 疫苗的老大人，却是真孤单，无被坐车，嘛无这个平台会使注文。所以讲，台北市赶紧就加开65岁以上 AZ 第2剂特别门诊，有真的人真好运，会使去注。台北没照这我们就不能打了。说那个平台昨天晚上就出来，我才进去，说我12点多，结果我就预约。是李干事通知我的，对，李干事。因为我们一直也都在等啊，那为什么50岁、60几岁都可以打到，我们这70几岁怎么打不到？目前台北市有联合7间医疗院所，分别伫松山区、大安区、中山区甲大东区。注册日期为10月7日到10月7日，只要年岁满65岁以上，就使利用病院挂号的系统注文第2剂疫苗。有符合资格乡亲，爱加上网络完成意愿的登记。